大家，我们直接进行直播喽！现在是长官对进录音室，痛并快乐着，哦耶！这个你这样子一直干扰他们哦。好好，不好意思，我现在不干扰了，我现在乖乖的。这个不会太爆，爆是还好，对，但我是觉得可能他的拍子再试一下，没有这样不会太爆。我觉得他好像会胖，唱起来有点胖。他唯一他才负二而已，负二而已呢。他刚刚讯号断了一下，现在又回来了。嘿，很像断掉了，目前很像是黑黑的，好，目前又回来了吼。OK。他那个网络有点卡卡的。好。好，那我们你要再听一下，还是你直接再试一个试试看？没有，就水亏啦这边啦，因为水亏啦你现在太犹豫了，就是我们进去的点，我跟你再顺一遍。哦，你听哦，这次你就记那个点就好，来。水亏啦，这样。好，那我们来试一下、哦。有可以有可以。有，那我们再来比较重要的最后一次的，第二遍的黑。第二遍的黑。对。然后时间进度的话，我们还继续关你关9分钟，我们就看能不把黑完。没有关系啊，我们再让它叠就好了。喂。可以再一个吗？那其实这边你可以不用管它水亏啦，你就维持你本来的节奏，都黑到完就好了。但是后面会比较累，所以我。这边已经 peak，放就是这边嘛，对不对？右边，56，右边是右边哦。啊，对，是这个。My Pre 嘛。对啊，这边是4呢。OK。要剪一点音量吗？啊，他延迟有这么长吗？好，现在是长官，现在在帮我们录这个75C 合音的部分。长官在说你延迟是不是开到3分钟啊？你说我吗？对啊，他说那个他们在看直播，跟我们这个画面声音差很长哎。哦，真的哦，我的延迟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调，完啦，完全不知道怎么调，但的确是会比较延迟，的确是呢。那为什么你不用平常的低延迟？可是我没有，我延迟没有调过，对，完全不知道怎么调，所以根本没有调过。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先继续让这个色炉。好，我们长官。色炉我们再一次哦。因为它这个压力比较大，它就会往上偏，所以没关系。这个改的还 OK 啊。后面的人竟然在讨论如何录制的更顺畅了，我们就期待他们的表现。不讲话了。这是一个良性的沟通啊，我们在讨论。我继续看我的快感。等下色炉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看快打呢？太坏了吧！色鲁你好像而且长官整个变成色鲁，好有趣哦。对，色鲁你好像可以再站后面一点点，对对对，然后你对就是你不用往下，就是尽量往前就好了。对对对，不是，就是你声音往前，因为你刚刚会低头，对，那声音比较往下。对对对，我们再试一个看看。好，长官加油！自然一点。再来一个哦，头过身就过。讨鬼心的鬼。对吧？蛮好的，蛮好的。所以后面的人在想说要跑出去，然后等你下播再回来，这样怎么行？所以接下来是要，补那个水水。这边的话，我觉得 Secret 前面有就可以了。对，这个前面。对啊。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的黑比较重要啊。这一次的黑的话，我先放一点点。你先给他抓个位置，先让我们的蛇六抓一个位置。蛇六。这一次的黑哦。蛇。这边你进得来吗？啊，他的阿弗洛戴蒂，阿弗洛戴蒂完就黑。你再听一次，你再听一次。这样做得到？做得到。抓得到，抓得到。抓得到 ，OK。那来咯。这边的话，你可能，我觉得前面的我们再顺一次，但是等一下的话就是，先顺一次前面，你可能就是前面到他那个 Secret 就好了。但是那边你帮他黑完，就是你前面总共要有力气的把8次黑完，黑8次，黑8次。加油，长官！你怎么突然这么生气？可是我觉得不错哎，很有气势哦，长官，这么有超有气势。我是要再降一下麦克。你还会维持一样的力气吗？对啊，好。我去降一下麦克好了，因为它这个还是有点 peak。啊，你这里既然我没有，我可以转呢。可以转啊，它下面是进到。是啊，但是你出去这边 output 直接缩小一点就好了。目前这个就是我们录音室配唱的状况，这个也就是我从9月份开始，每天对着麦克风跟两贝老师，然后还有草草的工作形态。现在我们的长官一个很不安定的感觉。你很棒，你很棒，你超棒，对我终于可以欺负你们了。没事，好，抓到点就好，来。非常好，赞哦，就可以这个黑先让你休息一下了。耶！我们接下来是胡瓜的那个下面一位。下面一位。
谢谢长官，然后拍手手，长官超赞。对，然后呢，我们你名字要怎么打，我们才可以做轨道上的记录？其实打 loser 或奢鲁长官都可以。对，好，圣 H。然后呢，来我们线上，我们的薄荷大佬在线上，来薄荷，请容许我现在躺在这里。对，我现在自行切腹薄荷。薄荷，我对不起你，薄荷。我以为我没有通知到，就居然没有通知到。对，好，你像认杀认寡，对，都给你，随你好不好？对，我们现在有那个非洲猪瘟之行，对，快点认杀认寡。长官不好意思，对，不是长官不好意思，就是对不起，我现在有点微发烧，脑袋不灵光。不过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会再跟你约个时间线上，好不好？对，线上的部分随时可以哦。然后我们现在轮到了，我看一下，我们的盛虹有的。 ，OK，现在来到我们盛虹的阶段了，来。他们在拟定策略了，怎么办？什么拟定什么策略？老师，请问？我们这里有不能露脸的大佬出现了。不能露脸大佬，然后拟定什么策略？你儿子啦。哦，他说你儿子。猪儿子。好，那这样子的话，我想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待会全部切成其他画面，全部切成其他画面之类的。这个好解决，不用担心。可以啊，没有问题。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周边大佬盛虹。先让你听一下我们的声音，还有你觉得耳机啊，你自己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太小声哦？我们先，你在恭维啊 ，Hello， 嘿嘿嘿，是可以哦。啊，我们的声音听得清楚哦。你先听一下从哪里进哦吼。5、6、7，没关系，没关系，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放轻松，很赞，很赞，盛虹。对对对，多试几次。就是要先看你听得清不清楚啊。你如果是听得清楚的话，那我们就再继续；不然就是说看音乐啊还是什么的有没有大要小的。好，那我们就直接再来哦，你再试试看。其实也不会。6、7、8。很赞，很赞。它其实真的那个不太好抓，就是说你可能身体要放松一点，或是带点动作，不然不好顺拍子。真的，我们就是要嘿这样子，我们可以试试看。或者是他把嘿跟 secret 那不然我们一样跟刚刚一样，我们就是 secret 啦，另外录，你就先跟嘿就好了。好，那我们再来一遍。怎么了？没事没事。可以吗？还 OK 吗？盛虹不用紧张。对啊，这个我们不用紧张了，我们再来就好。对对对，有的是时间，我们都还年轻。没错。时间就是金钱。没有。所以等于我们有的是金钱。我们都好富有。我们再来哦。
没有啊，少那个这个是可以的、啊。对，那不然我们再挑战一次，然后再来补 secret 啦。很赞很赞。真的是不习惯，真的是这不是那种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你的表现已经算没毛病了。没错没错。来哦。那我们稍微听一下，然后，我觉得直接先补 secret 啊。你这一次的话，你不用录，然后你直接试试看那个 secret 啊那里给它搭起来这样。对，但是它那个拍那边的话，可能有点卡到，你要给它先给它那个掉。来哦，啊这边就 secret 啊就好哦。好，你知道在哪里进了吼？好，没关系，我们一样 Q 你。他好像有一点迟疑跟到，这边你们不要犹豫，你就给他 secret 啦，不然就是拍子我们先帮你输一下，不然你可以把迪卡的那个拉大声一点，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去啊。对啊，他的黑人给他大声一点，他是 M 拍进，哇塞！我现在才发现，迪卡的声音，迪卡的 vocal 你那边听得到吗？有吗？迪卡那边 vocal 你听得到吗？迪卡的 vocal 你那边听得到吗？他的 A，对对对，就是跟他一起就好。对，跟他一起。哦，对对对，跟猪猪一起嘿，没错。Hello，线上的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大佬进行录音。对，不过果然进录音室大家会很紧张，对，所以猪猪就尽可能不要调皮。他会被他前面的干扰了。这样子。等一下哦，这边的话，这个是 OK 的，所以这个我先留。对啊。这个我先留。然后他的 secret 也 OK 吗？他的 secret 啊，你的对照啊，你把那个迪卡拉下来，我看一下好了。好，目前是盛虹在帮我们录这个75C 的合音部分哦，帮盛虹加加油。盛虹，有。盛虹，我们 A 的部分跟 secret 还是分开的。对 ，secret 那边的话，好，目前配上老师在跟盛虹解释目前可以怎么唱会比较好。对。所以待会可以再专心的我们再 A 一次，然后把 secret 分开。然后 A 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从头 A 到尾，反正中间少的那些、多的那些我可以再剪掉。但是它每一下 A 就不要迟疑，然后放心的，因为它拍子就蛮固定的。A，对，你可以死死的，就算多唱一个 A，我们再剪掉就好了。对，然后不要就放轻松，有点像是在做大会操一样。对，这样子其实对啊，会比较快。
再试一次哦。好的。好，加油！只要 A 就好喽，只要 A 就好了。给你踩一下，我要去喝水了。对，就是这样。哦，我们的画面跳掉了。等于是说要唱 Sweet 的地方，我会先帮你把 A 剪掉，然后结果在那地方专心跟迪卡一起唱 Sweet。对对对，那边迪卡的位置你应该听得比较熟，所以我们就先试试看。对，就是 Sweet 那个 Sweet， 你要知道那个 Sweet 的位置，就是头过身就过。我们再听一下 Sweet 会这样。等于是说，哎 ，Sweet 对，哎 ，Sweet 啦，这样子，哎 ，Sweet 啦，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再做做看。对，是这个位置。哦，对，这样做到知道吗？它前面那个 A， 对，加油。有。对，因为如果我们要 editing 的话，你好歹那个 sweet 跟 queen 啦一定要分开，才有办法去剪开。但是如果 sweet 啦这样，我们会不好剪，对，不好剪。OK， 好来喽。对，拍子对了，然后你就再自信一点，确定一点，用力一点就好了。然后我会再提示你，就在那个 A， sweet queen 啦这样子。OK， 好来喽。感觉蛮好的。对，应该可以。OK， 所以你现在已经有2个 sweet queen 了，是不错的哦。然后，所以你现在有2个 sweet queen 是不错的哦。那我们现在来录第2个，一样，只要专心的 A 就好了。对对对。对，这个拍子比较不稳一点点，不好抓，对不对？辛苦了，盛红，不要紧张哦。不要只能放轻松对一点点。放轻松。那个A 就出来了，本 A， 对，加本 A， 本 A， 本 A。这样。盛红不要紧张，大家都要帮你加油，我们帮盛红加油。没事，正常都这样的。对，我通常在录音室都是录一整个下午，然后就还没录完。对。对啊，因为这个是你不熟悉的环境跟空间嘛，然后加上不熟悉的人，这有奇奇怪怪的人，奇奇怪怪，制造给你很多压力。奇奇怪怪。反正就跟大会操一样。好来喽。但是没关系啊，头稍微对一下就是了。把那个 sweet queen 啊，这个 sweet queen 就是正拍。你再听一下这个 sweet queen 啊，它是正拍哦。对，它就是 sweet queen 啦，它跟刚才拍子不一样，所以它在这个 A 中后面就是 sweet queen 啦。这样好不好抓？加油！加油加油，不要紧张。
办法再抓准一点吗？这个我先帮你留下来。好，对，再来一个。可以哦，很棒的。我感觉好像可以哦。这个有，只有前面那个准备音这个蛮好的，不错哦。我看了很多那个美食评论家老郭，适合吃怎么样？这个呀，准备音的。对，我们这个讲求一个欢乐，不需要太精准，我们回去稍微再剪一下就好。OK， 真的。好，那我们就最后面那个嘿8次加8次，非常的累。对，这边就是直接嘿了。对，可能要抓一下。我们先听一下。OK， 抓得到哈。加油！加油，深红，可以的，快完成了。这个其实也蛮耗体力的。说我。你被我们的16拉走了吗？长官吗？可以啊，拉走了。所以是被迪卡拉走。好的，我们不能被他拉走，我们就是要维持我们的坚定的信心。对，不能被非洲猪瘟拉走，加油！非洲猪瘟。好，加油！我们再一次，就不要被我。你可以看我的那个数，我往上的话就是反拍，正反，所以是反的时候要黑。我可以陪你一起，我顺便运动一下。第一个音破音，我觉得有一个。没事，再试看看。你亲一下，你有没有需要喝水 ？OK， 加油，我们再来一次哦。可以哦。我这个人很好过关的。我们还有10几个人哦。OK， 所以盛红的部分应该，我们就先留这几道，对。就把它整理到对啊。怎么办？下面一位。哦，可以了吗？要一起吗？可以哦。哇，我们帮盛红鼓鼓掌，他完成他的任务了。我兹卡利萨哇，盛红，是不是？你们每个人都喜欢在线上欺负我，今天换我欺负你们了。我们下面一位报上名号，我们打那个鬼道。下面一位啊，下一位是阿叶吗？我总算可以看你们痛并快乐着的表情，你知道吗？YUE 吗？然后猪猪这1个礼拜，大概3天前开始重感冒了，对。不过今天说真的吃药还是有点发烧，可是想大家，然后啊，对我为了薄荷继续切腹粥，对我的锅，所以薄荷呢，我们这位大佬我们会在线上另外再跟他约个时间，对，因为薄荷的声音一定也得要放进去，我们才有办法前进我们这个下一届争取好不好？谢谢你们。然后刚刚没有打到招呼，不好意思，因为录音室其实大佬们都会很紧张，所以就暂时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太多，然后也先不要皮，因为皮下去大佬他们真的会蛮紧张的。然后目前这位是小玉老师，好，是我们这次的配唱老师，以及我们可爱的 Double 老师，好，也会跟着一起指导配唱。希望大家帮我们家大佬加油，他们现在好紧张，我好开心哦，好爽哦。他们好不习惯这里的空间哦。很正常，对。那你有没有跟人家讲话？嘿，
阿月，他们一直在说要等下播再来了，怎么办？下播再来哦，没关系啊。那我现在马上下播。不行，我要看你们痛并快乐着。然后待会啊，如果猪儿子要上的时候，我马上把画面切掉。对对对。然后如果你们真的不好意思，就是在直播间，可能就是让大家看到你，可能猪猪好了，我跟你们讲，我大概4点半或5点就会下播了，不用担心，就跟那个梅林君宝宝讲的一样，好不好？梅林君宝宝你很厉害哦，你拢怎样哦？对，哦好，阿月加油！紧张吼，开心吼，刺不刺激？快不快乐？很棒，很棒。哎，然后我现在很像听不太到大家的声音了，是正常的吗？对，阿月很赞哦，加5步。欢迎大家来到猪猪的直播。目前我也像听不太到声音了，对，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可以通灵吼。欢迎大家，我们下午今天邀请我们这次专案的大佬进录音室。学长，你太了解我了。很赞呢，阿月有加手势，而且现在我听不到现场的声音了，我很像就只有听到我自己就是那个音乐的声音，但没关系，我们现在先通灵。我们这边要被研究透彻，我们会自己开门，然后自己开楼下门了。哦，这里已经被我们这个株式企业社霸占了。太棒了，老师辛苦了。我刚刚想说奇怪，怎么不见了？本来应该匆匆浓浓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老师，他们想要在那个空间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完全明白。好好好 ，OK OK。对，大家听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他也在听你声，你可以跟他对话，阿非常月及时的。你现在是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吗？他要把你宰了。我今天已经要自行为了薄荷切腹了，你们可以就是跟薄荷分一下。阿月加油！好，加油加油！大量你们自己感情好积极哦。哦，对，如果你们想相约一起进来录音室也是可以的哦，3、4个人吗？还是2、3个人？好像也是可以的。对对对。他们瞬间来了4、5个，是哦，是哦。阿月加油！还 OK 吗？
阿月不用紧张，你很棒。阿月真的好可爱，都会戴首饰哎，而且你们今天有被我直播记录到的大佬们，我都会帮你们截图，对，希望可以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呵呵。不要犹豫，加油！我们跟着 Double 老师猫猫的灵压飘来飘去，帮阿月加油！的确，戴首饰，我有时候在录音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加一些身体语言、肢体语言，我会觉得的确比较好录。会比较好对拍啦。哎，对，没错，老师，你不动，其实不好对拍啊。而且老师，我现在都不太敢讲话，我担心影响到配唱老师。哦，现在有更多人听到你声音了，太棒了！专辑的内线们达成了一个群聚了，太棒了，这就是一个情剧。哎，口罩戴起来。3、4、5、6、7、8、9了。天，好酷哦！你们不要都感冒了，不要像我一样。加上我2个有11人呢。哦，赞！天哪，可以踢足球了。可以组队了，可以可以踢球了。我觉得空调刚好了，刚好好冷哦，现在没有。我们不要影响他，我们让阿月赶快继续。好，阿月不好意思，加油，帮阿月加油！一路黑下去，多的黑我来帮你剪掉，对，少的黑我们会接住，就直接黑下去。对就好。不错哦。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是反拍，所以是嘿，大概是这个意思。哦，对。想想那个蒙蔽你们双眼的3D 的那个节奏。我都不管他，结果他都搞一个这个比较难进的，我的天哪！哦，我的锅吗？不好意思，我的锅。哦，我的锅啦。你是不是有偷练？我不知道，就觉得那边进可以啊。好啦，今天我切腹啦，为了各位大佬都切腹啦。好的。好，我先切一份，然后给薄荷，让你选，看到哪个部位好不好？薄荷。好，那我们要继续。老师就好不容易好，你切。对，我们在这里使出了后置的魔法，可以。我们大宝老师天生就是一个魔法艺术家，交给他，对，不用担心。哦，老师，燃尽了。什么东西？我们再保一个。可以，加油！这里其他人没挑战成功，看你要不要挑战看看？哇，阿月要挑战看看吗？啦！阿月，
耶，上。对啊，这个是它这个刚好就是正拍，水亏啦，它不是那个水亏啦，不一样。前面那个有反有切分，那这个是这在正上，水亏啦这样。再听一下。也是嘿水亏啦这样。好，我试一次，我手势看能不能放上。好的。可以吗？可以吗？哦，可以，阿月可以啦，超厉害！好的，好的，我相信你。可以的，阿月没有啦，因行。为这边到时候也是人很多，我们就看怎么样让这个场面很欢乐就好。对，呵，接下来我们要放到第三段。哎，传说中的16黑。人家，哎呀，我笑到咳嗽，救命！16黑，我靠！传说中的16黑，阿月，你要挑战传说中16黑，可以，没有问题。黑到你黑姑。黑咕隆出黑呐！好，你先听一下，说从哪里进哦。哦，加油！对啊，你跟他一起比，我们就可以 cue 他动作。哦，小蜜蜂来，嘿，来。哦，可以哦。丢拿就买得到，嘿，哦，嘿，哦。所以哦，我觉得再保一次就可以了。对，很赞。这个不用太纠结。嗯。好。哦。接下来，感谢你，我们下面一位。哦，所以阿月过关了吗？哦，这个呢，我们帮阿月，好可惜，对，但是有一个要先走的，是有哪一位？哪位大大？要先走的，我们可以可能先让他先上，没有关系。对，我们今天开放到9点这个时间，对。辛苦你们大家，其实录音基本上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所以我要看很多 V 朋，就是有时候录音会录到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原因的，因为希望唱好，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可以录很多的素材。所谓的素材就是说可能同一句或甚至是同一个字会录很多次，这个就是为什么录音其实非常消耗热量，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原来很凉的一个地方会变得很热，也是很正常。老师いらっしゃい，老师，现在是休息时间嘛？老师，来，我们今天2倍老师也辛苦了，お疲れ，阿库休息で。老师，你的灵鸭猫猫在我这里，在我右边。然后老师现在要带我去哪里？我现在在想要怎么办？我们来采访。是，好盛红吗？还是这人变多了呢？是，人现在变得非常多。这边有出入不良场所会被家人发现的人吗？啊，如果有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已经上电视了，大佬们。首先感谢大佬们对我们的这个专案的支持，以及在猪猪开频道会员3年多，一直不断的黏在我们高阶会员上面，真的谢谢你们，太感谢了，好不好？每个都熟面孔，谢谢。好，然后下面一位有要先走的是哪一位呢？下面一位是那个茶猫啊。哦，好 ，OK， 谢谢。还要录。OK， 那我们就把这个空间让给我们可爱的猪儿子。对，哎，不对，为什么你们可以看茶猫，我不能看啊？为什么你们可以看啊？我看，没有人看到啊，没有人看到啊，好，没有人看到他。对 ，OK， 对，这样才公平。对，没有人看到他。好，谢谢老师。现场大家都来看你的，都要看我。好，谢谢，看我就好，谢谢，我很美，谢谢，自己讲。好，那继续麻烦大宝老师以及小玉老师配唱我们桌子。这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和谐。很和谐，而且我们右下角还有就是要献给我们薄荷我们就是大佬薄荷的这个是什么？嘿，松板猪。对，我刚切了，对我已经切我后颈了，对，像后面在流血你们没看到，对，献给我们猫薄荷。你先跟他对一下那个耳机大小声哦。给你踩。好，接下来是我们猪儿子哦。哦。好赞哦，真的是超级专业的这个空间。好好笑。果然有练过不一样。猪儿子不简单哦。他刚刚问说斯奎亚是在。待会我们会分开录，对，分开录，但是就即可抵抗是一个虚拟的，是一个实在的，所以对方待会录的时候会，对，会在待会录的时候把指出那个黑影的时候，放弃但是这个先把黑影转好，加油！我就可以啊。可以耶。补个斯奎亚。就基本上是木有问题的。那我们现在听一下水奎拉的位置，它是在这个黑后面，对，嘿，水奎拉，它有一个水奎拉，还有一个这个怎么讲？这就是有一个拍，有一个拍。对对对。水奎拉。对，在这边抓，嘿，对，最后一个那个黑我会帮你拍来出来，就这个，那就可以跟它水亏啦，然后记得水跟亏要分开。好的。
没关系，他正在抓，我们再让他抓一次。可以可以，桌子遗传优良基因。这真的不好抓为什么我当初这么放任这个猪猪自己录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在切第二盘那个。为什么搞一个这么难的？我的天啊！第二盘我们那个梅花猪肉好不好？我们松满猪已经上了，第二盘梅花猪肉切给你们。来，等我一下。我切，我都切给你们。可以啊，因为他就是刚好第8个，对啊。所以可以啦。这个 OK， 那但是那个税可以再帮我们。对，因为他没有，他这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是要再顺一下，就射。对，而且其实大家很厉害了，因为这首歌其实真的也不好唱，但是今天大家这个真的很快啊！对啦，对，他不好抓那个牌子啊！我又放任你这样子搞，我的天哪！是我的锅，对，我们再切3盘，竹子加油！给到。那你要想，这只猪它是一口气的，所以它也是蛮有力的。重训。另外一首歌好像比较麻烦，我们这边黑就卡这么久了，完了。但是我们 hold 住，我们稳住。我觉得大家只是因为太害羞了，对。对，好，我们先有黑，好。反正长毛，你可以数拍的方式，你不用这样子，可以这样，嘿，水亏啦，这样。打，对，就这样数，对，就这样数就好。空，打，打。水亏啦，嘿，水亏啦，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拍子。试试看，你数到第7个。嘿，水亏啦。吵他就吓他一跳 ，trigger 一下，大家互相啦。很坏。这个 OK 吗？我觉得是这个可以先留了。我们给他上诉一个。好哦。这个就略犹豫了一下。它是税跟配，它其实是同一个牌子。配税贵啦，只有贵啦是那个2块。对，3层肉。税贵，配税贵。对，它是同一种牌子，但是配。水亏啦，这样。有，很可以。Everybody， 我的天哪！是啊，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让他们顺，对，因为怕他们进录音室压力山大。我们那个实力会略减大概50%，对。没错，没有啦，他是刚好按顺序，前中后4个，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没有，我们在说另外一首，我们正在离题。所以我们可以move on。对，我们正在不要干扰正在录的人。对，加油！这边的话，第二段的黑它就只有黑，对，第二段的黑它还有水亏，那个水亏是正牌。我们先抓一下黑啊，来喽。是不是？可以吗？你要不要喘口气先？竹子没事，来，妈妈这边蒜泥白肉传好了，来过来吃一下。你怎么越来越多菜了？切腹啊，谢罪啊！先切一盘，快点给猫薄荷。对，快点谢罪一下，然后接下来跟各位大佬就是慢慢享用。对， OK，再来一次哦。加油！
12路的黑。有听到吗？有听到吗？没有错，没有送过来。但没关系啊。对，它这个那个就是说那个地方它已经在开始黑了，只是这个地方离它还有距离，这光其实那边还要唱才可以黑。对，所以那个地方我们要先黑。OK。加油加油！可以。我们帮桌子一起加油，Go Go Go！这个是可以的，看你要不要再保一个。对啊。来，长猫大哥，再一个5、6、7，走。这是一个他第一个没有注意到，我们再来注意，应注意而未注意。第一个还是要走，我们来注意。头过身就过。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那个 C Q 啦，它就是没有可以哦。C Q 啦，这里 secret 啦，还是没有人成功。我们试试看你会不会成功。好哦，加油！为什么这只猪会搞一些这么奇怪的拍子呢？你告诉我。我觉得它不就是很自然会黑的东西吗？不是吗？好了，我也我再切，不晓得我再切，我再切，我再切腹，对不起。它是第7个黑后面就是 C Q 啦，第7个黑后面就是 C Q，试一次看看。 这个是刚才这是对的，只是要表情再确定。水亏啦，就对，就真的鼻子指的就直接指出去这样。 水亏啦！水鬼啦！太好了。来，我们再保一个。可以哦。这个有点不太确定。你刚才那个还记得？嘿，水亏啦，就直接出去了。嗯。但我看起来是还行啊。这个我们到时候用科学对准。哦，可以哦。打错字。我们22世纪2025年11月了，我们不需要这么辛苦。满天的 AI 跟飞机了。真的。对，我自己盖一个，然后我去 align 它就好了，我让它自动校准。我当 leader。大佬说后面加油加油，我们录完就准备该点餐该吃饭了，帮我点鸡腿饭，谢谢谢谢大家。你要炸的还是卤的？我要炸的，谢谢。你喉咙痛还要吃炸的，太过分了。
那不如麻辣锅好了。不是，这个更过分。呵，好来，那我们后面位置你先听一下哦。好，加油，桌子 Go Go Go！这样抓得到吗？再往前放一点点。对对对，你们只要18黑就好了。18黑不是16黑吗16还8×2，16。其实8×2，16减2啊。那是什么？我算不出来。16减2是14。这边就只要黑就好。好诶，桌子赞赞哦。还 OK 吗？感觉状况还不错。目前我们大佬们正在录音室，对，因为其实进录音室的气氛是会比较该怎么讲，在录音的人会很紧张。其实是很轻松啦，表情严肃，内心轻松。你看，老师，下次再来就变进步了，下次就一定更好。哦，老师已经有预约下次了是吗？什么？我今天很爱困呢，这不是我的时差。我懂，辛苦了。其实大家都不是这个时差，我刚刚有问过。真的假的？可是大家不都朝9晚5，这个时间都是应该很有活力吗？今天是假日啊，好吧，对我而言没差啦。现在我很有活力哦，谢谢。点了哈。对耶，1到5就是朝9晚5啊，今天是星期6。也是。对啊，来。感觉应该差不多了。对，然后我们又要调整这个卡玛拉。哦，所以成功了吗？要下面一位了吗？我们看的是 Double 老师的脚脚，对 ，Double 老师脚脚底下是他的猫猫灵鸭，他现在要带领着我们又要回到了 First Take 的现场了。不，原来那个是很悲伤的原因。对，所以我现在马上献祭了我的后颈肉，快点切一盘给薄荷压压惊。薄荷啊，我对不起你啊，薄荷。但是我会改由线上配唱，不用担心。就是猪猪，有时候录音的模式会变成线上配唱，因为如果大家就是不方便外出的话，我们是线上配唱是 OK 的。对，嗯。好，我们现在镜头又回到了我们的 First Take 的现场。对，那目前已经录完的大佬们有阿月饼，然后有盛宏以及我们的长官，辛苦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朱儿子也完成他的任务了。哇，小崔伟，我只靠在上吗？进录音室的氛围是基本上录音的人会很紧张，对。然后但是配唱老师其实基本上都会慢慢引导啦，对。不过其实同一句话或者是同一个字，有时候会反复唱很多很多次，所以就是有一些
艺人或者是歌手会把自己搞得比较紧绷之类的，像我自己本身应该算是那一类的，对。漏掉没有啊？我漏掉的是只有薄荷，我漏掉的是只有薄荷，对。因为那个时候在募资专案上面，我没有看到一拳特点上面有薄荷的名字，我想说哦，那个可能薄荷没有加购，但是我发现原来薄荷是用另外一个名字买。就是一拳特点的部分，我想说原来这个才是薄荷，对，我一直在找薄荷，想说哦，我想说哦，那薄荷可能没有加购吧，结果没想到到现场我是有揍到他的，所以那个名单上面就没有薄荷，你知道吗？啊，所以我最近在通知的时候，我就是看那个名单，然后名单想说，哎，我应该通知就通知好了，然后去做其他事情。然后今天看到薄荷，我就想说不对啊，我就想不对啊，为什么薄荷不是有被我揍吗？为什么我感觉很像最近没私讯他？我就快点开私讯跟他讲说，天哪，薄荷我居然没有通知到呢，快点马上献祭一盘后颈肉。我现在后方在血流如注，对，你们看了我现在好好的，但我后方像血流如注，对，为了薄荷我可以切后颈都切。黄小崔蕊，我们下面一位是我们柱子美邻居宝宝。哎呦，柱子，你居然会挑在我配信的时候出现哎，梅子，加油加油！我卡嘞，对，所以薄荷的部分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其实我们还是会有那个线上录音的部分，因为啊，我们有几位 V 鹏鹏也是有受到合音的邀请，对，所以这部分其实线上的录制的部分，我们也会另外再跟我们尊爵不凡的薄荷再另外约时间，到时候也是会有就是配上老师的部分，以及猪猪也会在旁边看着薄荷痛并快乐着，好不好？接下来是梅子，哦耶，哦耶，我线上服务。什么线上服务？然后他说薄荷有专场哎，对，薄荷那个就是专场，对，所以薄荷其实是更加高压的专场。但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蛮好玩的啦，体验一下这个天母人的塞车啊。其实我觉得大佬们很开心，对他们其实基本上算很爱按下骑我。轿车的时候显示30分钟到了，结果我坐了55分钟。我天哪，好塞哦，塞到个天荒地老。然后路上都是那些银行在发小朋友糖果。哦，你是说万圣节吗？对啊，对啊，外面都是万圣节小朋友在发糖果。Trick or treat， 我有念对吗 ？Trick or treat， 差不多。好，对不起，我英文很烂。不会，可以的。Trick or treat。好，我们接下来梅子不知道会不会很紧张？好，听得到。加油加油，梅子 ，Go Go Go！最前面的。你可以放轻松啊，可以跟着动哦，不用这么拘谨。然后里面好像据说比较没有那么冷嘛，应该你可以动起来。哦，而且录音录久会变很热，对，会紧张。我们不是在那个升旗在司令台报告哦，所以我们放轻松哦，放轻松，尽力悄悄的，然后在好这里嘿，跟他搞嘞，这样就可以了。可以，身体放松，可以。不用。不然我长官病要犯了，我有当兵哦，我陆军乐队的哦。长官病，长官你该出来了。不要那么拘谨，放轻松。来，我们先听一下位置。好，加油。然后看我们的小雨老师要不要给你手势辅助。哦，可以。5、6、7，炸 ，Go！这个真的不太好抓，你可以顺一下。哦，充满自信的应该 OK。对，好的，充满自信。没事，而且梅子被夸长得很帅，对，梅子帅 ，OK， 就是帅就对了。对，现在录音更帅，好，帅下去 ，Go Go Go！
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个全都是我们朱蒂卡的问题啊。哎，对，所以我今天就努力在切那个各种部位。你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么难的？我现在才发现。是，之前也没人跟我讲啊，这么多人听过这个歌了，也没人跟我讲嘛。所以我们觉得都跟得上啊，不是啊。好啦，原来是这样子。好啦，到了我们莫惊莫慌，我们下一盘可能是猪脚要上了哈，不用担心。下一盘猪脚哈，加油加油！其实抓得很快，已经快要很是哦，很准了，美霸哟哦，是不是连 Suicune 都可以被挑战了呢？你为什么要进度这么快？告诉我。不是说已经快了吗？了不起你就5点，然后把它按那个嗨信修6给它关机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子给我们压力。老师，我觉得等一下我关机，你信不信他们会录超快？我觉得他们像因为我在，然后心理压力很大。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也不晓得。我觉得不会啊，因为等一下你还是在啊，你只是没有开台而已啊。老师可恶，讲出来了，我要偷偷的听他们皮耶，我要偷偷的听他们皮呢。没有配信而已，被他们知道了。好哦。没问题。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欢迎上树。蚂蚁上树，好饿哦，好饿哦，好饿哦。可以，不用怀疑。没有，你如果一开始思考的话，你就会开始容易掉了。所以前面其实刚刚有一次是蛮好的。他先整理一下下。好，慢慢来，没关系。冷气真的是非常的勇健啊！现在大家开始穿衣服了。开始练。嘿，水开啦！嘿，水开啦！好哦，试试看看。有哎，梅子碎呢，有跟上呢。好，碎哦。不要帅啊，这样不要帅。
洒脱了。第7个黑哦，一样的事情。太急了，太急哦，有些快，对，没关系，再一次，可以的，可以的。没有你。哦，就是很碎亏啦。有哦。呵哦，那我们就准备他整理一下，我们往下一阶段后面的嘞。后面这边的话是另外一组，它的 sweet cream 啊跟前面不太一样，但是黑的部分是一样的，所以黑的部分我先把它放在左边。对咯。对，因为这个的话，迪卡要后面才有，所以我们要前面。对，我喊5、6、7、8的时候，是就跟着那个拍子。对对对对，加油加油，快了快了。可以自己乱数都没关系，但是就是5、6、7、8那个样子。没有。但是这个应该移动一个就可以。你刚刚有找到？对，要在那个在外面。这个应该是直接唱对会比较，这个可以的。对啊，这个瘦子可以的，而且梅子的声音蛮好的。对，梅子的声音有一个特别的磁性，蛮好的。哦，美拜哦。就它就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共鸣啊，它的声音会比较穿，就存在感会比较强。居然是穿透力的声音呢！居然。是的。好，那我们再来试一次。5、6、7、8，嘿，嘿，对，不是正拍，不是5、6、7、8嘿哦，对，5、6、7、8，嘿，嘿，这样子就是间隔是一样所以哦，保一个应该就 OK 了，就可以继续下去。哇，梅子好快哦，超快的。家里我是说真的，浪费大家的时间啊。很快啊！我有说错吗？他突然进入休眠模式。呵。OK 吗？
哦，我们现在要有点断线了，我们待会画面会再回来。也感谢诺诺的降落，我们现在大佬在配唱中，对。好，加油！还 OK 吗？欢迎诺诺降落过来看我们梅子配音啊，不是配音，是配是录音。加油加油！我不敢太屁，我怕他们很紧张。有点难啊，才可以试试看。可以可以，加油，可以的，很快的，可以的。你就想想，你跟这个猪一样叛逆就好了。我很乖的，我只是交了坏朋友。是这样子吗？原来是这样子啊，对。哦，大家突然喉咙集体不舒服。我是最不舒服的那个。对。加油加油！给你 Q 一下。多少少都还是会影响声音的质量。它不是说像那个录完之后就可以透过后置嘛变得正常。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不太合逻辑的技术或者是技术，它听起来虽然拍子对，可是就是还是音乐听出来怪怪的。所以梅子，我们想要再上说一个可以吗？可以可以，加油加油，梅子可以的。刚才那个其实就差不多，只是它需要再果决一点点，就是嘿，水鬼啦，这样就直接唱出来。第7个嘿，好，加油！帅啦，就是这一个啦。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模仿到第3段。第3段就是我们刚才的16嘿。16嘿。不会黑到没气啊，可是我觉得你的声音会在里面蛮突出的，就是蛮 man 蛮厚的，对，所以试一次，先试一次看看，先抓看位置。对，这样抓得到吗？可以哦，好，加油！我会帮你数6、7、8。Sorry， 忘记数5、6、7、8，对不起，我错。辛苦了辛苦了。好来喽。对，我刚刚忘记数。哦，我这边的声音吗？看一下。什么？什么收不到吗？没事，他说我的声音比较小声。
可以的，加油！来 ，OK 了，准备 Go！ 6、7、8。我觉得你需要那个，我觉得我需要手势辅助一下。会不会不会？可是你看我的手势的话，你就会被眼睛干扰。其实很多录音的时候，我会被眼睛干扰到。所以我应该是嘿嘿这样 OK 哈。对对对，点出去的时候嘿。可以耶，梅子的声音真的很厚实哎。同样事情我们再来做一遍。对对对，准备哦。这边有一些不太确定，但这个我会先把它留起来。前面有一个很棒的。OK， 再做一个哦，加油！6、7、8。OK， 辛苦了。OK 了吗？哇，我们非常厚实声线的梅子，我这嘎嘞什么？哎，赞呢！你们每个人的声线都好特别哦。就是有时候会听你们在线下的时候讲话，但是唱起歌来感觉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模式。没有自己改歌词啊？你说哪首？嘿，有改歌词吗？段不一样，但是那个是刚好辛苦大家了哦！在聊天室刚刚降落的诺诺，谢谢你的降落，亲爱的妈妈以及糯米粒们。我们目前大佬正在录音室帮猪猪合音，我们这一次要制作的台语专辑的某一首歌，叫做75C。对，那么目前就是也很感谢大佬们的支持，所以我们就是有将他们请过来这个小玉老师的录音室，然后帮他们进行录音。但是进录音室，对，我们在 B 麦，嘿，是，我们在那个看他们那个对痛病快乐者的 B 麦克录音室，他自己在淡水，哎，不是淡水，是那个淡水，对不对？是吗？还是？所以松山在淡水的话，没人要来了。对，松山天母天母对不起，在天母。哎，你这个除了高雄，你就不知道东西南北。对，我除了高雄对我而言就是国外。天母是台北北区，没错啦。哦，北区天母是，好，这个很赞，然后非常非常豪华的。天龙国啊。好，对。天龙国天龙区。天龙又更天龙的录音室嘛。好，我们今天很感谢小玉老师。是天龙国天龙区。对，天龙区。小玉老师在那个天龙国天龙区的 Big Bag 录音室，对，真的很感谢，就是我们这次有机会进入这个录音室录制。对，我们这个变成日本人了。对，因为我很烂，对，小玉老师不要吐血。对，就很开心今天可以开这场直播。然后其实我知道大家会很紧张，可是我还是想要开始，因为除了看你们痛并快乐着，对，我想留下记录。对，我希望你们就是可以留下这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录音室的记录，这样子。对，所以你们继续痛并快乐着吧，我好快乐哦。你再不下播了，我们这边进度没办法进行了啦，现在他们都不敢上去了。好了，对不起啦。那这样子的话，请问我要结束直播，还是说我就这样子放着，然后我可能就先去休息之类的呢？大家觉得呢？老师你觉得嘞？不行啊，你直播要关掉啦。我想说，我是不是就把那个这个视窗开着，然后我就把麦禁掉，然后我就走了。就打死不关。好啦，对不起啦，我可能要先走了。所以我们小天要去了。
嘿，小婷要上了吗？好好，抛机抛机。对，好，那么总之呢，可以真的很谢谢大家支持。那猪猪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我的喉咙状况其实不是那么好。然后总之今天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总之相信小玉老师跟 Double 老师，不管什么样的声线，他们都会帮你们配到好。对，然后至于薄荷，你不用担心，你的我们尽力，对，你们可以的。的。然后专场薄荷，你等我，嘿，会让你专场到你整个皮皮串，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那么猪猪就可能要先去往上转一点点，让喉咙再往上休息了。一点点。好，那我们就先进片尾喽。小天加油！是哦，谢谢你们。进片尾了，是哦。是，我们美丽的高手。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让老师跟两位老师继续帮我们面线们配唱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随性找一个地方降落。老师你们继续忙没有关系哈。OK， 我们在这个 OK 的底下说 OK。没错。好，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降落到其他冰棚棚那边去了。谢谢你们今天过来帮猪猪合音，你们真的超赞的，谢谢你们大家拜拜喽，拜拜。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可以试试看。